高雄轮船公司经营基丁往来高山顶3条渡船的航线，去年载客数是超过318万人次，也毋过刷了11亿6千多万。新加坡是指出讲，业者俗价竞争，个渡船嘛因为超载方发钱，个无照时间的发船，这拢需要改善。 高雄基丁过渡轮准备出发，毋是上班时间，也是未少人来坐。这几年，高雄观光人次增加，观光据点的人次位置控制去年到去年增加超过3倍，将近7000万人次。其中船公司载客超过318万人次，经营煞无好。到去年底，总共了钱已经有11亿6千万，毋过船公司资产总额干那3.8亿。 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票价是有点偏低了哈，所以我们票价把它调整了。那另外我们的船比较老旧所以我们的一项的维修成本都非常高。新加坡指出，船公司因为高雄港观光业者下价竞争，整体营收无好。船公司回应，了钱主要是因为票价长期较低，维修成本较悬这因素。去年已经将电子票证票价维持10起到30，也推动有名的 IP 联名，定专型计划营收甲运量稳定成长。不过想要减少了钱，也是无排除佫起价。可能有营运上的考量，但是我觉得。 对我们的来往的乘客来说，我还是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需求。其中一定有原因咱嘛无介了解，该当起价就起价，因为咱咧作业就是要赚钱，当年了钱，当年了钱，政府嘛袂砍钱。 民众认为渡轮是重要的交通工具，起价也是爱坐，也体谅反映票价决定。不过渡轮要超载无准时才进行爱检讨。船公司回应已经研究控管坐船人数，也导入电子自动化技术来改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